Yeah, let's go. Gyak buso, gyak buso, gyak buso, gyak buso. gyak buso, chỉ做那 drop down drum 只随着专业做 gyak buso， 丢了几丢了几多年的年做 gyak buso， 许多了青年没被来没听说的 gyak buso， 也不会过了几十了这点年做 gyak buso， 弄了米了天了就说敢听做 gyak buso， 前边给七多过年不青年听做 gyak buso， 让给了同族青年别个的听做 gyak buso， 成年了浪姐青年 keep 长听做 gyak buso， 些东南他个不是那老苏马的 gyak buso， 那路针最疼最没数的 gyak buso， 也不必古代的年做 gyak buso。说明点子冷丢垃圾就是你家不说，马诺不切过的，看电视古典那的别的可能诺不的，鞋底当然让了也家不得是我的点过，每天最天还家不得呢，看咋不能行错了又在场嘛家不的，让你了以我前面是同点定做家不的，只下那里我都是的打，木头些都是应该家不得当都，啥子不如出去都是当年听做的家不说，没同点家被米家年年听做的家不说，父母呀哥哥当年钱不听做的家不说，铺场面我的生年有什么听做家不说，没把块学说人气的年听做的家不说，没有了考虑用年吃了听做家不说，若把了有了吃足年听做的家不说，遇到王家也点着兵家吃你的家不说家不说，你家不得是遇到空头虚病家不说，没人一拉给没别明天做些家不说，他妈呀都当着年点一这些家不说，手机的手看里面家不说家不说耶，家不说。gyak不说 gyak不说当我那 gyak 不得是越南圈子嘛闹不起我的看出了 gyak 不得那让别那不是个人的下过马其他又有听着的气的神鬼密度羡慕多天白对面说他们讲之前马新别给这越南三路当地基了新年卡扎点不要赢 gyak 不说没几度肚子当年 gyak 不说他不求花有年就准年就 gyak 不说没几把连年古学古嘛了 gyak 不说没水长学青年吃不把别为了 gyak 不说没印度青年古学难过 gyak 不说我过了三节电年见大钱了 gyak 不说独身说了那边苏大姐妹 gyak 不说越在长嘛长嘛顺年影上也不 gyak 不说 gyak 不说电别来起对大把刚过青年 gyak 不说日军的人年都是当年代表 gyak 不说龙北那头住不住说年说不 gyak 不说陆军那木龟说年也不听做 gyak 不说耶 gyak 不说 gyak 不说 gyak 不说fuck you 是些毛不可的3年3路当没被 gyak 不是呀自己的随着陪着呀我当过的看出门就陪着当那扎啥了的地雷线那路线当年就这个那么吃的妈的呗